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Otto， 我係 Angela。今集我哋會同大家討論一宗關於已存在情況同埋佢嘅併發症判定嘅複雜個案。魏先生喺投保1年後，因為呼吸急促而入院，最後被確診為肺栓塞、心包填塞、中風、鼻咽癌等多種嚴重病症。魏先生不幸喺住院後40日去世，佢嘅主要死因係因為胸部感染。保險公司喺調查期間發現，魏先生喺投保前3年前已經確診過鼻咽癌，亦都接受過化療。保險公司認為鼻咽癌屬已存在疾病，係不保事項。更進一步指出，魏先生今次入院所患有嘅心包膜積水、肺栓塞同埋中風都同鼻咽癌相關嘅，或者係由癌症所引起嘅併發症，所以拒絕作出住院賠償。魏先生嘅太太不服決定提出上訴，提交多份主診醫生嘅報告，證明肺栓塞同中風等嘅病況同鼻咽癌係冇直接嘅因果關係。咁俾3秒大家估下，今次嘅投訴又成唔成功呢？今次嘅投訴係成功嘅，保險公司需要承擔部分賠償。咁Otto，今次嘅成功關鍵又係啲咩呢？關鍵在於判斷多項病症之間嘅關聯性。雖然魏先生嘅鼻咽癌確實係已存在嘅情況，但係委員會喺審閱完主診醫生嘅意見之後，認為並冇具體嘅證據可以毫無疑點咁證明魏先生嘅肺栓塞同心包填塞係由鼻咽癌直接導致。委員會亦指出，主診醫生對病人嘅病情發展最為了解。佢哋嘅意見認為，肺栓塞可能同敗血症或者遺傳因素有關，而非癌症併發症。所以委員會更傾向採納主診醫生嘅專業判斷。最終，投訴委員會裁定保險公司必須賠償因肺栓塞同埋心包填塞所引致嘅醫療費用，涉及金額約38萬港元。呢個個案反映出，當醫療狀況係咪同已存在疾病相關，存在爭議時，主診醫生嘅專業醫學建議就會係最重要嘅參考依據。如果大家對於保單中已存在情況嘅條款有任何疑問，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啊！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下集見，拜拜拜。